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啊。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东区正中公园边的大楼建案工地，竟然有钢筋为高处落下来公园的边仔。议员蔡小薇甲朱正轩、上港会堂副市长叶哲山、港务局、交通局、治安处、东区公所甲建商到现场了解状况，要求提出改善的办法。并且全面检讨工地安全的管理机制。为什么？哦，很危险啊！啊，中间嘛。哦。
听到叮当的更替拖地声，互人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条钢筋是为边仔这栋建设中的大楼拉落来，而且大楼边仔就是公园，若是当时下骹拄好有人，后果是不堪设想。自开始你围的时阵啊，我唔知影讲，开赶紧要开啦。啊，你赶紧要开的时候，你明知影讲这是工地，啊，恁开这的时阵是毋是你家囡仔，甲这迄落，甲咱台南市民陷于不义？迄足危险的，你知无？因工地是内行人，做外行工课，哦，拢足靠势，哦。啊，产生着阮后家地方吼，整个的住屋非常的困扰。对此，议员蔡小薇、朱正轩特别召开记者会，邀集相关单位进行全面的探讨。在昨天工地的部分哦，有这个铁条掉落的意外，那我们希望这个意外绝对不可以再发生，因为每一个孩童甚至是家长在这边都是非常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的憾事发生。所以今天再一次的来到现场来看这个场地的部分哈，希望可以做加强的维护，做一个区隔。公安的问题，还有我们公园现在看到，不管是我们的碎石区，还有我们的一些遮阴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希望市府好，还要再更好把它补起来，让家长可以使用上更安心，让小朋友使用上更舒服。工地主任勇势指出，目前已经全面将风电网完成绑布，也工部派工全面巡查工地。现在已经在加强所有的帆布，再重新把它绑好，然后所有的鹰架我们再重新加固，然后最顶端我们那个扶手的部分，如果会摇晃的，我全部再把它绑紧。然后我们现在在加强防护的部分，我们初步研拟是在增加拦截网。我们也请旁边的这些营造的厂商务必要强化它的一个安全措施啊，那不然的话，这边因为大家都会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来游憩，那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园。那如果说在公共安全没有做到位的话，的确是会让民众感到忧虑了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刚刚也有特别要求我们的营造厂商务必强化所有的这些公共安全的一些设施。那同时在强化的过程当中，也要求他们务必派人加强巡逻啦，以确保在加强的过程当中这些设施都能够非常的安全。副市长叶铁山说明，工务局启查了后，认定业者违反建筑法，将对承造人开罚18000块。后续嘛要求工地做全面检视，加大安全走廊，完善现有防护措施。同时嘛要求建筑商10天以内提出改善计划，并增加劳安人员检视。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伫伫英国世界歌唱大赛金牌出名果酱男孩林伟勋。透过议员李宗翰甲农业局，伫后壁区新嘉里社区活动中心，甲在地农民共同发表全新研发的盐酸果酱，准备要挑战伫日本举行的国际果酱比赛。今年伊伫柑橘果酱摕到世界金牌，而出名的果酱男孩林伟勋，去年还阁伊伫有酒类的食材作品摕下满分的评价。今年透过议员李宗翰的媒合，结合市府农业局伫后壁区的新嘉里，举办双水产业的文化活动，希望透过新农的加入，和在地农产更加创新。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伟勋，我们的那个果酱男孩。那果酱男孩其实他的出身就是在过去曾经用我们的一些素材做果酱，在英国得过金牌，真的很谢谢他。那因为产业文化，台南产业文化，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在地的农特产品能够透过创新，那让新农回来，那做一些那个务实的传承。那其实桑葚其实是已经几乎是快遗忘的滋味。那我们后壁这边呢，还有好几公顷的种植量。那透过这个活动呢，可以让我们桑葚的这个元素呢，除了在后壁这边添加之外，还有在那个食品的添加上来做推广。那幸好说它也以果酱以桑葚这个元素来做一个那个食材的运用。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在地创生的一些元素能够更加丰富。因为后壁区新嘉里种了真侪双水，果酱男孩今年伊着在地食材融入台湾的水果，有金蕉甲着百香果等，制作出3种无同风味的双水果酱，
未来将杀出国外到日本来参加比赛。试了很多次，就觉得香蕉跟桑葚是蛮搭配的啊。香蕉会氧化嘛啊，桑葚是就是黑色的，会把颜色盖过去。对啊，就做桑葚香蕉会比较好看，颜色比较好看。对啊，有一罐是纯桑葚，就是单纯用桑葚去煮的果酱。对啊，有一罐是用那个桑葚加百香果啊，因为百香果的味道很香啊，加入桑葚之后会更香啊，就觉得吃了很多次水果，就觉得百香果最对味。对啊，大家想说，一小罐的农产品，可能说果酱。大家都爱猜，可能顶多卖50、100块。可是伟勋的加持之后，他把它透过它的调味，把它作为不同的品项之后，他就有办法把它卖成一罐500、600块的价值。那对于农村来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所以我们期待把这一些我们原本就很好的农特产品，然后透过伟勋的调制，把这些配方添加一些新的巧思，可以让农村可以走出到国际。大家对于到日本去比赛这件事情是非常期待的。那我们也祝福伟勋可以把这一些农特产品带到国际上去，得到很好的成绩。活动的现场除了推出生水的果酱，提供民众来品尝以外，林伟勋嘛依照后壁地区这种的水果原料，制作出这种限量的果酱，让这国民众拢相当的娱乐。希望借由这届甲林伟勋的合作，推动在地农产的加工甲创意。和这届到日本的比赛，会用的取得冠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南科管理局7号举办南台湾日龄永续力行动论坛，以循环转型新枢纽、甲净零减碳新战略为主题，结合中央部会、产业甲学术界的专家，共同探讨绿色转型的路径，并且提供宝贵的建议。为加速迈向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台南市政府携手南科管理局共同办理净零转型、绿域无限南台湾日龄永续力行动论坛。会中针对循环转型、甲净零减碳作为探讨主题，结合中央部会、产业界甲学术界重量级专家，共同破析绿色转型的路径，开启南台湾永续发展新篇章。不管是在水资源、在能源，或在光源、光电，或是在风力，或是在这个甚至未来发展的氢能方面，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大家可以交换意见的机会，能够让洁净能源的所占的比例能够越来越上升那将来能够我们从这个严重消耗能源的国家，慢慢变成我们可以自己产生许多绿色能源的国家，那对台湾、对全世界都好。科学园区它不只是一个生产的地方，我们期待它在永续方面，公司协力，我们结合厂商，把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措施在进行当中，那也鼓励企业要加入 RE100啊，还有 STVI 等等的承诺。我们希望在净零永续这一块，台湾是不要落后世界的，而且南科可以做第一棒，把这个环境做好。另外，为强化并展现具体成效，活动现场嘛有设定日龄甲循环应用成果展示区，展出多项企业创新产品甲研发成果，让有学者会当近距离体验绿色科技的实践成果。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今年是府城建成300年，高度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结合民间团体筹办59围城活动，希望在300当前，府城起做5月9号，号召万人沿着城墙做伙来认识这座历史城市的文化资产。西元1705年，当时清朝的台湾府城起城墙，就是为了守护家园。到了2005年，拄好是府城建成300周年。伫高度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结合民间团体号召，5月9号这天选定下晡5点25分，将号召万人围城。7号上午，政府甲民间协力，先来到城大小东门宣传，希望透过府城300系列活动，来认识这座历史城市的文化资产。台南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环境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
比较难感受到哦，尤其是我们的城墙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大家站在以前的城墙边，哦，就是很简单，你就知道说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以前的城墙。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单位可以完成，所以如何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城，那如何认识城内的生活、城外的生活，如何串联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我相信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5月9號東港地參照安內，伫府城各大城牆發起圍城快閃行動，再現政治聲聲。同時嘛做伙地上一區紀念碑，用一區旗牽起這場盛大行動。當然活動是一時，希望加深學生對台南這塊土地感情才是要緊。其中響應的建興高中老師嘛透過社團綜合活動來規劃結合府城3擺美食文化課程。原來以前台南的小吃是來自不同的米來做成的，那也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生也很實地的去踏查店家，然後走訪很多廟宇，然後他們就會對這塊土地產生更多的感情。我上個禮拜剛好也在建興國中跟學生們談這一件事。那連國中生都知道，這個時代已經不是透過築城來保護自己了。那到底我們在這個時代要保護的是什麼？我們面對的難題是什麼？這個其實才是我們想拋出來跟大家談的事情。到時上慶典氣氛的府城園遊會，現城已經串聯超過59間的店家，並會提供4000份餐點飲料。歡迎民眾下晡5點之前到指定店家領取，數量有限，要把握機會。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中華藝術科技大學7號舉辦護理系加冠典禮，總共有181位男女學生，在師長的祝福甲見證之下，選擇成為南丁格爾團員。在加冠典禮以後，嘛進行點燭團建的儀式，過程莊嚴隆重。中華藝術科技大學護理系加冠典禮，下午在學校的演藝廳來舉行。包括5專3年級甲4至2年級的學生，總共181位。女學生則是由老師來佩戴護士帽，男學生則是由老師來掛名牌。校長孫一鳴嘛希望學生會用發揮在學校所學的護理技能，發揮家己的所學專長。今天總共有181位學生，包括男生是29位，女生是152位，然後來接受這樣的一個加冠。那也就代表着他們即將在學校受到專業的培訓之後，要進入職場開始進行相關的實習。不過我們也很辛苦的在做這樣的一個學生的培育，那也希望他們能夠在職場上找到非常好的工作。我們希望呼籲啦，是不是說政府部會可以來重視這些學生或者這些未來職場的新鮮人的一些工作環境的改善，讓有更多有抱負或者對有愛心的學生願意來投到護理界。會中出席的包括中華藝術科技大學的董事長陳志文、衛生局的主秘，甲着大台南護理師護士工會以及各醫療院所的主管，嘛攏親自到場為學生來祝福。護理工作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有價值，而且整個工作職場的一個工作環境也好，那工作條件、薪資都已經逐步的在改善當中。那我們真的非常熱切的歡迎我們有更多的這些同學能夠像我們今天參加加冠的這些同學一樣，都願意投身入護理工作。那也需要我們民眾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肯定護理師的一個努力。其實大家的友善還有大家對護理師的肯定，才是真的是我們願意投入這個工作的一個很大的動力。在加冠典禮過後，校方嘛有着護理系主任黃惠芝，在南丁格爾的小巷頭前來點燃蠟燭、熒光，
搁再交由18位协助加管的护理老师，以着接力的方式，点燃学生手中的蜡烛，象征南丁格尔的精神，一代传一代，生生不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区公所去年一口气向国土署争取，加上地方配合款，总共5000万，来建造10座特色的游戏场。其中第一座就是大河公园，以戏曲造型的楚留龙为主题，正式对外开放。市长何伟特嘛特别甲小朋友做伙来开箱。象征幸福吉祥的客角变成大河公园7米高的造型楚留龙，兼具在地意象甲亲子休闲功能。公所以北区就是囡仔的特色游戏场做计划，陆续打造特色公园。这样的一个发想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透过公民参与的方式，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屏东，去高雄，看到大家的一个特色游戏场，然后回来之后，小孩子给的建议说，他们希望是有刺激性的、有攀爬性的一个特色游戏场。市长黄伟綽伫公园亲手种下梅树，同时跟囡仔做伙开箱新的游戏场。市府的地方建设目标是一区一座特色公园。北区区长潘宝淑经他价向国土署争取5000万经费，预计伫北区区内将有15座特色游戏场，味道是全台南市第一关。那希望把这个公园能够加以一般的公园变成特色公园，特色公园更增加更多的特色游具，更丰富。那所以说一分阶段，那这个地方我们除了北区大河里的特色公园之外呢，我们还有后续在北区有9个特色公园在陆陆续续在施作中，预计在今年或明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未来好安公园、八仙公园等所在，嘛会有无同的特色游具，使人期待。到时欢迎所有的亲子家庭做伙来北区公园佚佗。台南市民所怪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台湾火鹤花产业发展协会结合饭店的业者，共同举办母亲节感恩甲火鹤花提供的活动，希望借着象征关怀甲祝福的火鹤花，向辛苦的妈妈献上祝福，同时推广台南美丽火鹤花。台南市是全台火鹤种植的面积上大的地区。大约有53公顷，占全国3成以上。过去拢是以外销为主，但疫情期间因为外销受到影响，才渐渐来打开国内的市场。因为火鹤花台语的发音就亲像火鹤，因此嘛特别适合母亲节等节庆来送花。火鹤，那接下来就。3月份再过去，接下来4月份马上就母亲节了，所以我们就希望母亲节能够送火鹤，希望妈妈都用火鹤。其实火鹤这种东西，这种花卉是百搭的，很多场合都可以适合，不管是考试，不管是开幕，不管是这个在医院希望能早点痊愈，大家都希望大家能火鹤。所以母亲节的时候，尤其是过去大家都可能是用别种花，那有时候但是火鹤是最本土的，所以在台南，我们除了在台南之外，也希望在其他地方推广到全国各地。好，但是在台南，我们从台南开始，为推广火鹤花，甲母亲节的感恩活动，市府农业局甲台湾火鹤花产业发展协会，嘛特别结合5星级的饭店，举办行销甲异业的革命。今天我们在这里配合一个异业结盟的活动，我们把火鹤花当成一个花礼来献给母亲。在母亲节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在这里有展出我们的活动。母亲节快到了，所以说我们就结合这个火鹤那个协会来这个饭店来做这样的一个火鹤这个所谓的行销活动。而且这样火鹤在我们台南原则上它的种植面积差不多50公顷，面积不大，可是在我们台南原则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花卉产业。我们台南最主要的花卉，第一个是所谓的兰花，第二个就是火鹤当然是有洋桔梗，大概这3种花卉。这个火鹤原则上在这个所谓的以外销为主，目前外销原则上都是以所谓日本、澳大利亚或者是新加坡，或是说甚至也有美国。
所以说这个原则上都是以外销为主。另外就是说火鹤原则上那个花语叫做这个关怀祝福，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火鹤这个所谓的花来母亲节的时候来赠送这个所谓的伟大的母亲。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市长黄伟体甲日产业发展协会嘛特别送花予亲像母亲照顾囡仔的社会福利机构，包括善牧基金会、台南英语之家、马尔甲之家，甲日南台南家扶中心。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台南市唯一有观光旅游局家己经营的观光景点好头埤风景区，兴建缆车的 BOT 计划，预估总投资的金额超过80亿。经过2届公告，市府预计在今年底、明年初将正式启动招商，完成相关的程序。台湾第一水库新化河头埤风景区每一档会当创造1500万的营收，不过因为硬体设施努固，除了持续争取将近4亿5千万的中央经费来改头换面。为了解决假日塞车甲停车问题，市府嘛提出兴建缆车的 BOT 计划。经过2摆公告，已经有厂商愿意投资，市府真有信心，预计今年底、明年初正式启动招商作业。缆车 BOT 的招商，截至目前已经有1家的这个厂商这个资格通过哈，那我们后续会依照通过的资格来调整这个招商计划，还有相关的这个后续合约的这个文件的研拟。那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会正式公开招商，然后完成这个招商程序。其实间一提出，马引起当地民众怀疑，甚至烦恼自然景观被破坏。不过市府强调，缆车计划引进杜拜上新的系统，对着环境干扰上少的设计，加上是集团运输，伫边观光的同时，要疏解交通甲停车问题。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老爷行路人气真悬的简脆餐厅，5月份推出全新的主菜。这几个新菜单以品牌精神融合作为主轴，主厨柯德正真巧妙的融合了东方甲西方的料理手法，以及丰富的食材，打造出创意十足的精致料理。煎烤7分熟的鸭胸对半切开，摆盘后淋上特制的野莓酱，再来点蔬菜做点缀，吃起来口感酸甜。这是老爷行旅干脆餐厅所推出的系列主菜之一。像我们的鸭胸，我们是以樱桃鸭胸下去做，然后我们也是用西式的香料下去腌制，腌制完以后再用我们的煎过，然后再用炉烤高温下去把它锁住它的肉质。猪肋排啊，那我这一次也是尝试，就一样，我也是用西式新鲜香料下去腌制，然后腌制完以后再来做炭烤。那搭的是比较特别，我是把它搭玉米糕。不管是口感扎实的炭烤猪战斧，还是炙烤到外酥内嫩的青干鱼，经典法式手法演绎的红酒炖羊膝，到专为亲子客群设计的手撕猪肉结合酥软法国面包，5种不同的菜色满足饕客的味蕾。许德正许主厨他的这个欧法料理上面呢，能够帮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新意。那除了5月份的新主菜之外呢，我们在呼应母亲节的部分，也推出了美丽妈咪。母亲节档期，餐厅还推出用草莓、覆盆子所做的蛋糕。端午节也有古早味肉粽、鲍鱼粽，甚至素食的猴头菇粽，提供顾客多元的节庆美食选择。记者周怀谈的报道。我是秦碧纯，咱再会。